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走找阿母的记忆。行入新隆老街，亲像行入历史的长巷，拍开记忆的门窗，斟酌读台湾400年受尽风霜的大江。历史的舞台，一出搁一出毋捌停止的戏，由繁华演到恬静。竟然是一种美丽的收藏。当海岸线救起美伫远远的海边，当船只退出大江，日本人赶走三角的繁华，5条港已经找无水影。水仙境游园人声话，晚霞游园赤爷爷，夜夜长巷。将5条港的繁华关入去侵落的古厝，夜夜长巷留有祖先的血汗，留有阿母的血迹，嘛有阿母的记忆，甲我小小的脚迹。时代轮转，将阿母的血迹缀伫阿门土底，阿母已经无地找，阿母已经无伫遮。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34集，欣赏的是台南的蓝秀珍老师所带来《走找阿母的记忆》。顺利去，咱邀请蓝秀珍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也有这内底的含义。水仙境这边是新隆老街，就是北市街这边看西街，佮这边就是迄个海岸路。我从细汉对阮老母来台南，就是拢伫遐佚佗，因为阮三姨住伫海岸路，迄个阮5姑住伫看西街，阮4姑住伫迄个景后街，拄啊拢伫附近啦。所以我对这个记忆真好，我也捌来因迄边仔的厝吼，神农街迄厝吼，拢安尼旧啊一条细条楼梯啊去哩，行去就新山桥，迄厝就新山桥。我当下捌来是我去阮三姨遐吼，阮三姨边仔迄。佫有拢放一大堆茶，迄茶拢浸入海里嘛，海水里啦。我若去你爬去你佚佗，阮老人来叫忙去佚佗，迄危险。现在遐拢佫有海边诶，大茶拢浸伫遐，茶来浸海水吼，较袂烂去。咱来台湾诶厝吼，老厝用迄个茶，几千年拢袂烂呢，几百年拢袂旧呢。迄就是浸海水浸了有够，你若浸了无够就无法度。即摆你看。台湾的历史就是拢一定爱去看这个台南这个神农街啦，还是看西街啦。咱台湾的第一间基督教的，就是伫看西街，迄个看西教会第一间。蓝秀珍老师这首《走找阿母的记忆》。主要是伫咧描写咱台南的5条港早期开发的过往。顺利去，咱邀请清代台文系教授卢兴昌老师来跟咱分享有关5条港的历史。这首《走找阿母的记忆》是咧写咱台南5条港的历史，伊的过去甲现状啦所以伊这内底。会牵涉到历史、地理的一寡名称比如讲，伊讲开始按新隆街讲起，新隆街原来叫做北市街嘛伊号这个街名是因为因服侍一个药王庙，药王庙就是新隆寺
即马佫保持迄个清朝迄个时代甲日本时代迄厝新佫保留迄种的外观安尼就对，所以即马变成一个文创的园区嘛内面佫讲到海岸线海岸线一般拢是咱台湾过去拢是叫海岸线，用个文言音读海岸线伊讲康熙甲雍正迄个时间头，即摆银华路是迄阵的海岸线嘉庆年间开始退，就是讲咧，迄个水一直向外海迄边退掉嘛嘉庆已经到迄个叫做临安街，咱即摆临安路迄个所在佫进一步就来到咱朝这个西门路这个所在大约是迄个咱的迄个海岸是即种情形，所以咱来看咱咧行迄个这民权路啦、啥物路的时阵，中正路你看，咱行即个顶骹的时阵拢一直杵落去有无？定定有当时就会加一减减一减佫行佫加落去一拢有这，迄就是迄阵西边这边就是因为海岸线的关系嘛愈悬到低，迄就是有即种的即个情形安尼就对。这5条港是要创啥？迄港毋是港口的港，迄港是一江水一江水，迄水路就对了咱即马定定咧讲港毋是迄港口迄阵为着即个贸易啦甲即马船载货要来将载货要下货要搬起陆地的时阵这过去叫做上山，足特别的讲法叫做上山。上山上山就是登陆的意思啦就是反这个船载回来嘛即马要来将迄货要甲上山，就是要下货要搬开这个陆地的时阵，为了这个需要，因就开5条的运河就对了这个港是迄阵的这个运河按北到南拢总有5条按北边是叫做新港基港足特别的一个名，过来就葡萄港，过来南势港，有当叫做北势港南河港、安海港等等这个5条港就对迄个时阵是台南经济上界发展的所在这个所在每一个水路拢有一寡头人伫遐咧控制，比如讲这个新港基港是姓黄的咧伫遐咧管制，葡萄港姓蔡南势港姓苦的，南河港姓贵，安海港姓罗伊即个后代拢是台湾足有名的一寡大族不管是做生意的做政治的，拢按这慢慢发展出来就对了为着要控制农业中间莫有恶性的这个竞争所以因就开始有一种设置叫做交因就有3交嘛，这交就类似咱尾迄商业公会就对了当时呢3交有这3个这大商业公会嘛是互拄则咱讲的5条港遐个人控制掉咧，所以北交迄人姓苏或者苏万里苏万里伊是药材啦、丝啦、稻啦丝绸啦南北货因主要是贸易这种的过来迄个南交是金英顺，主要是迄个做分丝，咱咧做食薰的迄分丝啦过来有迄粗灰啦、幼灰啦、庄啦、虾啦这种的货物过来就是糖交这个糖交伊主要或者李姓兴因糖啦、米啦、豆啦、麻啦这类的这就叫做3交安尼伊这个诗里面咧写就是讲3交好是讲这个5条港好，即马拢变做拢差不多拢无去行伫这个所在足侪迄个叫做过去拢真超华的物件，足繁华的迄个拢草是啥，拢伫咱即摆讲拢空淡仔加拢是空的空古里嵌伫迄下面去规个拢渐渐消失去安尼。咧描写对即种的一种怀念即种怀念到底尾会安怎？当时无共款的时代，有一个无共款的新的发展，
伫遮有失嘛有得伊即首诗重点是要讲迄个失，是伊无咧讲得。从过去的物件无去了后，咱心肝会安那艰苦。下下长巷，老有祖先的血汗，老有阿母的血热，嘛有阿母的记忆，甲我小小的脚热。时代轮转，将阿母的血热缀伫阿门土底，阿母已经无地找，阿母已经无伫遮。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南秀珍老师写诗，卢兴忠老师主题讲解，洪昭文吟诗，专门客电台制作，工事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摆再搁继续空中再会。